誰？是日無多方不敢偷懶，宏願縱未了，放得總得太晚。然後突然間就望我身邊，應該已盡有我的美酒炮車相機金錶也講究，直到世界個個也妒忌，仍不怎麼富有。要我尚有，換我沒有，其實已用盡所擁有。曾付出幾多心跳，來換取一堆堆的發票，人值得命中減少幾秒，多買一隻錶，秒速捉得緊了，而皮膚竟偷偷鬆了，為何用到盡了，至知那樣緊要。無止境，活着多好，不需要靠物證，也不以高薪高職高級品當尊敬。就算博到爆出那地位和肖邦的說明，賣了任性，日拼夜拼，忘掉了為什麼高興。來換取一堆堆的發票，人值得命中減少幾秒，多買一隻錶，秒速捉得緊要，而皮膚竟偷偷鬆了，為何用到盡了，至知那樣緊要。記住那關於光陰的教訓，回頭走天已暗，你獻出了10寸是和分，可有運到10寸金？還剩低幾多心跳？人面跟水晶表面對照，連自己亦都分析不了，得到多與少。也許真的瘋了，那個假影多麼可笑，靈魂若變賣了，上面也無心跳。銀或金都不緊要，誰做幾心一樣了，計劃了，照做了，得到了，時間卻